原型唔一定要好靚先有用，有時候一張紙已經夠。原型即係 prototype， 係一個可以互動嘅模型，用嚟測試設計概念。原型主要分兩種，低保真同埋高保真。我哋一齊睇睇。低保真原型可以係紙上畫嘅草圖，用手指篤嚟模擬操作。佢嘅優點就係快平，而且可以隨時改，非常方便。所以低保真原型好適合喺設計嘅早期探索階段使用。相反，高保真原型就非常接近真實產品嘅樣啦。佢有齊顏色、動效同真實內容，睇落好專業。通常用嚟做可用性測試，或者向持份者展示成果。重點係千祈唔好喺錯嘅時間做錯嘅保真度。太早做高保真，改動成本高；太遲用低保真，人哋睇唔明。一般流程係先低保真驗證大方向，再高保真打磨細節。